节，重阳节。伫论语公冶中第五，第一代孔老弟子甲伊的弟子互相讨论家己志向的对话，内底是安尼讲：当会子路平安徛伫孔子的身边，孔子讲：你为什么会讲出家己的志向听话吗？子路讲：我愿意付出家己的马车、衫、皮毛外套，互我的朋友用。用太阳也无放电，工会讲，我愿意毋自夸家己的优点，嘛莫甲艰苦的代志塞互别人做。子路向孔子问讲，弟子愿意听老师你的志向。孔子讲，我的志向是互老人安心，互朋友互相信任，互少年人得到关怀，可见培养人的道德精神。是孔子要求家己甲学生的志向。孔子提出的老者安治，朋友善治，少者怀治，互老人甲囡仔有所安顿，嘛对咱后世影响真大。因为这个典故是阿家细汉的时阵，阿公常常咧讲的一段。十七岁阿家是一个啥物拢毋惊的少年家。因为阿公阿嬷伫顾小姑娘的时阵就离开人世间，阿爸阿母总是辛苦的趁食人，互无害阿家每一工下课拢要同学伫咧干仔店咧加伴。哦，那降落来哦。对啊，日头啊炎着。哎，杨辉啊，听讲今日学校，体育老师讲你有一届100公尺。100公尺。若是搁无走了，就要甲你当掉呢，你拢袂记得？哦，要我当掉？借问啊，啥人愿意排100公斤的巴肚，走100公尺嘞？啊，你拢毋知影我的艰苦。来，互你讲。你要创啊？咖喱鸡，我那老婆娘，为什么？哎呦，哎呦呀！今我想，是不娘啊！命运的老笑。好啊，你两个，啊是要演到什么时阵啊？足无聊嘞。豆花，你豆花拢搞什么呀？哎，红豆，红豆，绿茶，你怎么调出来这样啊？你看呀？豆花爹啊，你今日要咧传啥物好料玩者啊？我算好了。阿伯咱讲话啦，我是一号你听着讲嘞，一个嘞。你两个，我存条好无？好。要欺负老大人？真正是哦，较细意的啊。无啦，豆花妹啊，我三个今仔日是来甲你买豆花食的啦。我买三碗豆花，啊你详细听哦。一碗加汤无加料。一碗加汤无加汤。少年诶，讲较慢咧，也变老啊。你两个，我慢的啦。豆妹啊，详细听哦。是我豆花加料无加糖。是我加糖无加料。是我加糖加料搁加糖。是安尼哦。
你是真爱学呢。昨我咧扫，你也做我扫。今仔搁要安尼学我，是搁有啥物新的出头，咱来甲阮创治啊咧。无啦，老妹妹啊，你讲到安尼，我哪会甲你创治？可能啦，哪可能甲你创治啦？来，走。笑脸。我食着，我到时个我都大只。像我这个病人是毋是受着就严重的事？无啦，我这边好好的呢。你这囡仔哦，本来有淡薄杂的，那我袂耍啊。阮吼拄则做了脑电波检查，来咱看看。做了脑电波检查，就是咱俗称的脑波检查。安尼看起来应该是还好，无啥物代志，无啥物代志。但是甲大家讲者，一般呢，咱的脑细胞咧活动的时阵会放电，但是这个脑细胞若是放电伤大，还是无正常的话，就会引起人的晕倒。大家有知影？是老朋友这种代志啊。目前看起来是无啥物问题。是啊，但是 ，but， 恁敢知影？以后若拄着这种情形，咱要安怎做？若是吼，咱吼看着以后吼，看着咱就后紧甲伊扶咧，互伊紧读册，互伊休困，莫甲伊 OK，但是呢，拄着另外一种情形就是癫痫，对啦，拄着幽冥的话吼，咱爱学甲即个患者侧头一下，侧头，互伊的喙烂，搁呕吐物流出来，流出来，莫互伊窒着，了后呢，顶甲伊送病医。送病医，一百送病医啊，一百。安尼，阮阿姊敢有安怎？怎啊？应该是无安怎，安尼一
谢谢医生，谢谢。三个人来到豆花搭，黄昏甲昨共款想要创治豆花白，哪会知影阿家雄雄来昏倒？医生讲阿家应该是受到刺激来昏倒，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？敢讲是豆花白对伊动了啥物骹手？雄雄出现的老大人，甲囡仔这两位阁是啥？透早阿家伫房间坐过来。我感觉困足久的啊，我感觉我的腰感觉困啊，那遮尔酸啊，而且我的手和脚拢足袂溜力咧。即摆几点啊？7点啊！我上课要袂赴啊，紧来说倒一下。我要变到你啊！你头上是我头上吗？错来啊！哎呀！这真诶，刚讲是烟仔花，敢有人来甲我创治吗？袂使，我已经打电话甲问我清楚。是啊。喂，阿哥，这囡仔，那是你啊？我记得昨伫豆花伯啊遐食豆花，食了后，我就昏去啊。煞来我就无印象啊。阿哥，你敢想啥物话要甲我讲？阿哥，你讲话啊！阿哥，这个囡仔头甲我歹着，可以甲拍。我无时间啊，我要来找乌人甲烟仔花啊啦。无时间插伊啦。阿吉啊，阿吉，起来吃早餐了啦！紧嘞，陈阿吉，紧嘞，起床哦。刷牙洗脸，紧嘞，要8点了呢，紧嘞啦。阿母，我知。阿母。你像啊！我想，我阿姊啊。你来认得我阿妈我阿姊啊？你阿姊，阮囝无食老，阮囝才14岁尔。真诶啦，我阿姊啦。安尼紧嘞啦，阿爸 ，Good morning。Good morning。你是我囝，我囝哦，若像你这样安尼哦，头毛水水飞啊，我就无命，无可能啊，你是阮囝，无可能啊。阮囝17岁啦。嘿啦，阮囝无食老啦。你头条老是啥？我真正是阿姊啊。你自己啦。是啦。你不是？你问阿公啊？阿公是啥名啊？阿公是啊？对啊，无啊，那这啊，这边。那哎呦，生肖嘞？当然这边啊。什么啦？哎呦，无人啦！哎，你莫伫阮厝吼，讲啊有诶无爱出去啦！找份人出去啦！我傻啦！出去啦！真正害咧，歹你甲搞笑啦！我看哦，即马厝吼发生这个代志，我看我去迄菜市仔买一下水果，去拜拜好啦。啊，顺便去迄学校吼，看阿姊敢有去学校啦。对哦，紧嘞啦！哎。今仔日日头，哪会遮尔炎啊？车搁较济着。平常时啊，我行偌济路，我拢袂感觉足忝诶。今仔日我行无2年啊，就喘屁屁啊！而且我的脚搁手拢咧喘，敢讲是身躯变安尼诶关系吗？希望老师错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好啦，
啊，加讲咱头前干妈店出咱行，咱囡仔。我知啦，我看头前迄路，刚甲你班，快点啊！你哪来？阿伯，紧的，哎呦，老岁啊啦，哎呦，哪会安尼啊？够无良心，送病医啦，紧的送病医。你个人哪会老岁老到安尼啊？医生啊，医生，有人老岁啊啦。阿伯，你不看你老岁啊，你无看到哦？有啦，来，包扎一下。哪安尼啦？可怜哦。我说哪里啊？阿伯啊，说你咧啊，阿伯，咱年纪大吼，做代志爱较慢，凡事吼爱提前较好啦。亲像咱出去行路，坐捷运、坐公车的时阵，动作爱慢，提前的话吼，就袂遮凶过，会当显出咱的气质，咱的优雅。啊，搁有啊，咱的鞋啊。咱的鞋啊，上好穿迄塑胶，爱有凹凸的形状，嘿，莫磨平的，迄磨平的会骨。啊，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食的物件，咱食的物件就是加食一寡豆腐，一寡蔬菜，蔬菜体质足悬哦。啊，了上重要的就是咱爱行出去，行出去拍日头，拍日头的话，大家知影会得到什么？维生素什么吗？啊，水啦。嘿，就是维生素 D， 啊，你敢知影？知。安尼会使吼，医生。差不多。维生素谁呢？阿伯较细粒的。包水饺的。细粒，啊，人都给你包啊，讲安尼哎。较细粒的。较小心的啦。谢啊。啊，不要紧啦，不要紧。阿母。阿爸，哪一个是你啦？我真正是你后生阿姊啊！我嘛不是你阿母，我就是少年。无可能。我会记个，我一定食你17张的早顿啊！你透早拢会穿一粒馒头，内底加一粒卵，搁加一粒卵，搁加一粒卵，豆奶搁较大杯，而且你拢会甲中昼的钱放伫水果下骹，对无？你哪会知？啊，搁有阿爸，你拢会偷偷啊甲所费放伫我的内裤内底，对无？这有代志。哎呦，这是阮阿姊啦！哪会安尼啊？好可怜哦！哪会安尼啦？我嘛不知啊，我昨去食我豆花就变安尼啊。这是我豆花就变安尼哦。我今仔要去问有人甲以后的到底发生啥物代志？较细粒行的，哪会这好过啦？可怜啊！阿伯开始对身躯是会变成老人心，因为身躯的无方便，佮加两个朋友的无礼，互伊感觉规头到尾身躯疼了了。第二即当阵，阿伯甲伊的阿爸阿母相认，阿伯感觉有办法，互家己变倒转来，互咱继续看落去。对，我脚不行啊，那是豆花饼，先卖讲豆花啊！你敢知影？我朋友长豆花一只，啊，我细糊去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原来是这件代志对啊！啊，这件代志严重啊！你来啊，无顶好啊！有人以后的是你，就是快阿伯，就是你真两个车仔站，甲我弄一杯出去。无阿伯，啊你是谁啊？我是啊，你阿晴，哪有可能啊？等下，你若是阿姊，为啥你即摆讲话比电话更较老啊？我
我嘛唔知啊，我就是因为食着一碗豆花了后，就变安尼。我就是来问豆花伯啊，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我吗？应该问你家己吧。这几天你拢做什么代志咧？无啊，代志是安尼啦，听我解说，这几天吼，阮就是来安尼欺负迄个豆花伯啊，阮是寄家纸放伫豆花内面，甲伊讲这是伊藏的啦，所以我这都无应该啦。你这个安尼咯，这无礼貌，安尼甲你改啦，哎哟。虽然的啦，哎呀，豆花伯啊，豆花伯啊，哎呦，请你原谅我，我无应该安尼欺负你。为透早我起床了后，我的身躯就变成安尼，我嘛会当体会老大人的辛苦。我无应该安尼甲你欺负，我真正知影我唔对啊啦，请你原谅我好无？那真可怜。拜托你啊！咱嘛唔对啊，咱依然袂当礼物就笑啊，要的啊，要的啊，要的啊。来啊，起来，你起来，你嘛起来。袂歹，基础连解生活来呐。今仔你的良心变化出你思念的阿公，甲你未来囡仔，因做伙出现，就是你良知良利的境界啊。如今你也改变啊，良心也安了，自然因就倒去因原底的所在咯。所以阿哥迄个囡仔，因倒去天堂啊吗？天堂吗？天堂伫倒位咧？天堂就伫恁的心内啊。哦，天堂就是咱的心内啊。安尼豆花伯啊，我听安尼能够有。我这个变成安尼啊。唔知，我唔知，爱有天啊！兄弟，你讲咩啊？原来这一切拢是阿爸家己的良知良能所放发出来的。咱每一天的生活，就亲像是咧播电影，一幕一幕印伫心肝内。毋免求神拜佛保平安，嘛毋免求人枪搏下卦。咱的心是正义还是歪歌，咱家己上清楚，历历在眼前。即摆的一切是有功所生，也是良心所生的。佛陀讲过，佛路同体，应同体会。大家头拄仔较昏倒啊，但是毋免烦恼，大家变倒转来啊，因为伊的良心找转来伊善良的本性，尊敬时代，疼惜身边每一个人。亲爱的老菩萨，无恁过去的牺牲奉献，就无即摆的后代。即摆虽然骹手较袂溜了，但是莫忘记。咱阁有一了赤子之心，继续打拼，互每一天拢爱过了欢欢喜喜。最后献出一首《白羊传》，代表阮无比的敬意。
好，即马过阵下台湾，阮所来咧，要请过阵下台湾做位跳一摆。我请过阵下台起立，站起来。我来活动一下过来哦。哦，食饱当节吼。好，动作都简单啦，阮音乐就一只来啊吼。我来分头前跳。